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6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国际的疫情。即阵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因为去为着 COVID-19 过往。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即马全世界拢伫咧含变种病毒伫咧消失，爱赶紧做研究，才通量早甲即个病毒抵挡落来。但英国嘅疫情还未冻点，官方讲当地80岁以上的高风险族群已经有45%。拢有注有风险，不过官员要是呼吁，讲这疫情的高峰期还未告一段落。新冠病毒疫情伫咧全世界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目前全世界感染人数9360多万，死亡人数也超过200万。世界卫生组织讲，所落来是人类甲变种病毒的比赛。I think we are in a race between the virus, who is going to continue trying to mutate in order to spread more easily, and the humanity which has to try to stop this spreading. And this effort of research needs to be very, very quick and very intense. 世卫专家团队已经到武汉要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验过就还未开始 ，WHO 就讲有可能永远找不到任何带源者。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e use of the phrase patient zero, which many people indicate as the first initial case. We may never find who the patient zero was. What we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 science. We need to follow the studie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done comprehensively. 英国伫过去24点钟久增加55000外例确诊，加1280人死亡。首相强生公布80岁以上高风险族群自有风险的比例已经到45%。英国官员讲，疫情高峰也未过。This is not a natural peak that's going to come down on its own. It's coming down because of the measures that are in place. Take the lid off now, this is going to boil over for sure, and we'll end up with a big problem. 感染病人上侪美国，过7天就被政权交接。要接总统的拜登批评现主席有风险计划正失败，讲伊上任了下半1.9兆美金预算做防疫基金，帮助医疗、教育加失业人口。伫亚洲的日本，虽然当地已经有11个多县府进入紧急状态，不过出发的人依然真多，疫情继续扩大。东京的地铁、都营大江户线自12月中开始，已经有39位驾驶群聚感染，感染源可能是驾驶大宿舍的水道头。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看转来台湾的疫情，昨咱是增加一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伊是一个印尼的渔工，拢无出现症头。但因为最近有病院的护理人员去为着新冠肺炎，为着卖互这防疫的工课出现空胖，指挥中心暗算2月底之前会抽查487间病院，严格把关病院伫咧通报防疫探病规定等等相关的规划。国内新冠肺炎个新增加一个境外移植病例，844例是印尼籍20外岁男性渔工，去年年底来台工作，入境甲即嘛无症状，疾病检疫期末进行采检才确诊。他的 CT 值是37.5哦，所以应该还是属于在比较早以前的一个感染。因为桃园一间病院爆发医护染疫，为强化病院防疫指挥中心要针对国内医疗院所无预警查核，按算2个月内查核487间病院，1月底进行查核199间重点专职病院，2月份是查核其他288间，确保落实病院动线、门禁管理甲陪探病管理这措施。在目前21家完成的这个查核当中，确实有发现1家医院呢，在这个陪探病的管理的10连制这个部分呢，没有完全的落实哈，所以依照我们的规定，我们会要求他限期要改善。最近有通讯软体流传，某一个病院可能有医师被感染，某一个病院被封院这信息，指挥中心强调这拢是假消息，民众唔通转传，啊若无相关罚300万。外界关心16是桃园市议员王浩虎罢免投票日，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的民众是不是应出外投票？指挥中心表示，国家建立国家检疫，甲8只超过确诊个案，经过地方政府开自主健康管理通知书的人，免进入投票所投票，其他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是无伫限制内底。记者综合报道。
对昨昏开始，对国外回来台湾人，拢着爱进行一人一户的检疫工课。不过，政府规定讲，除了爱有3天内验过病毒阴性的证明以外，个人也爱先甲居家检疫的房间找好势。若无先找好势，就转去家己的厝内，上悬会去罚款15万，也去防强制送去集中检疫所检疫。台湾人回国居家检疫，一人一户开始的头一天，第一班对中国回来台湾的厦门航空，原本预报180来人，不过实际回来差不多50外人。厝内有空厝的人是选择一人一户，无空厝的就带去防疫旅馆。为了那个疫情嘛，还是会比较不方便，但是啊，总不能就是把危险带回来吧，对吧？因为我们2个是同在一起工作的，同在一起工作就对了。对。那你房间都已经订好了吗？居家的，我们居家的。啊？我们1人1户居家的。觉得没有什么差。所以你本来就是会住那个防疫。对啊，因为在国外也都是这样子做比较多啊，在大陆，所以都是没有什么差。为了解决防疫旅馆数量不够的问题，新北市增加防疫旅馆132间，总共610间，优先提供新北市的市民甲外岛民众的需求。台北市是增加500间的房间，有条件开放外县市的居民订房间。台北市更是限量的提供外县市的民众可以订房，那只要是当天的剩余空房超过50间，外县市的民众就可以随选订房。指挥中心表示，全台湾总共33位3700间集中检疫所的量能，照规定摕阴性证明回来台湾的人，若是无找检疫所，就直接冲回来台湾了后，无照配合规定，上悬会当处罚15万，而且强制送集中检疫所检疫。目前嘛，当地盘点违规的人数，评估讲敢是要开放检疫所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今天有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做伙来看《澎湖日报》。国会大使黄君碧收赃100张大餐的名画，伫咧19年前互偷去。前年黄君碧的查某囝伫咧香港拍卖中心的塔卡乐具顶头，发现讲竟然去互拍卖啊！警察调查发现，讲这幅图是一位政治犯叫刘新蛋所有，不过已经过查拉会罪10年的追诉期，即阵只会当用生钱罪来起诉。再来看《联合报》，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就职剩无1礼拜，根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资讯，为着要防止暴力的事件发生，正当局是封锁华盛顿特区市中心1礼拜，驻守的国民兵也会增加到26000人。引用温准讲，伫咧警觉状况会当使用致命性的武器。来看《自由时报》，中央气象局和农业试验所合作，将花期开花状况和气象资料结合，即马已经有预报萨库拉开花时间的系统啊。但今年受到寒流的影响，9族的萨库拉花期有小可去前掉，估计2月12花就会拢开。今日透早也传出讲，前总统陈水扁的妈妈陈丽欣女士，在昨下晡因为破病离开人世间，一家94岁。前总统陈水扁讲，妈妈是伫咧困眠中别逝，会照妈妈凡事简单，袂伤过麻烦人的个性，袂办对事告别式。最近已经有不少人要看年会，不过因为疫情，新北市政府宣布要取消年会大家。好友伊也讲，各相关的活动拢会缩小规模办理。出入的人也拢爱徛名。但台中也宣布要停办限定价相款，这个年会大家也拢取消。台北市的迪化街年会大家会对2月开始，不过现场未开放红试食。今年7月9日，民众开始伫咧准备年会。而去年新北市府头前的年会大会有上百大年菜甲大会，冲出好业绩。不过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新北市政府宣布取消年会大会活动，让民众家己去市场来采买。都以小型的活动、中小规模实名制来办，所以有一些的摊位都会并百货公司里面来做好防疫的准备，大概可以上冲个2、3成出去，是一定有的。它有它的力道了，只是现在我们大家共体时间呐。点头讲体谅市府防疫的做法，不过也希望疫情落来了后，会继续办。而台中3大年会大会之一的天庭街商区，每年拢有10多万人会来，难以管制出入人口，家己宣布停办。其他业者若要续办，爱先送防疫计划审核。
离北部上有名的年货大街，迪化商区离北正式开始以用性试食这个买。不过今年市府要求取消这个试食，店头前伫鸭顶面搭着暂停试食大纸，有民众特别讲没啥关系。通常就是要尝过才会决定要不要买。有些客人也觉得很开心啊，然后这样比较卫生啊。老客人他买习惯了就可以接受啊。后疫情时代又不能出国，大家待在家里，所以我们还不担心人潮会减少。次次部队不进来，也不是坏事的。商区的理事长讲，为着防疫，除了袂用的试食试啉，也禁止现场煮食单位。民众来到迪化街采买，必须要强制挂试安，出入口也提供酒精互人消毒。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讲，台北市年货大街未取消，正伫研究相关防疫的做法，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那真伫咧市面上，世界拢看到台湾猪的标章或者是大纸，真伫有人质疑讲，有大标章的店家却无真正使用台湾猪。农委会就宣布，发标章的这项工作会收转来农委会家己来做，也强调讲，有挂标章的店家，除了管延长的这肠啊会使用进口的，其他全部拢着爱使用国产猪吧。市底禁赌的台湾猪标章，本来是用第三业希望伫开放来猪进口了，政府会当制作推广，和消费者一看就知影国产猪标章，甲进口猪做分辨。也毋过，才实施半个月，农委会就宣布要检讨。我们会深刻的检讨哪些还需要再改进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让所有的台湾猪标章的管理审核的机制回到农委会畜牧处来处理。本来新早合法标章的中央挑战会量想要抢关，希望业者加配合。也毋过胡市长家乐福等业者申请了，所因为无100%使用台湾猪被质疑，标章颠倒被下架。即种当立会批评农委会拍歹公信力。你也造成我们台湾猪标章的诚信破产，因为你没有落实100%的台湾猪，导致这样子的台湾猪标章陷我们的商家于不义。台南市长吴伟提建议农委会会当考虑，无一定爱撒台湾猪标章。最忌讳的就是已经在使用外国猪，然后它就标示本土猪，那这样子也伤害了标章的公信力。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农委会不坚持的话，我觉得那个标章就改成标示，改成业者自主的标示，那这样子大家都清楚了。台湾猪标章互人上嫌的所在，一个业者申请进前爱签设计书，原本的版本是主原料是国内制猪。要啊，平民媒体别讲是挑战会，当起会当家己变做大部分拢是国内制猪，恐惊有改进开后门的嫌疑。农委会讲，拿到标章就一定要用国产猪，这个有一项例外。我们唯一的例外就是肠衣的部分，我们是全店必须要使用台湾猪，我们才会核发台湾猪标章。标章回收由官方办理，农委会讲管理作业会个改进。查出来并且检讨各种状况，这样看出准备无够就实施，执行力会受考验，也未达到目标就先拍歹公信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印尼的灾情，19半暝点外，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发生规模6.2的地震，当地有不少饭店含人家厝拢倒去，即阵已经有35个人死亡，600人受伤。当地气象单位也警告，未来有可能会发生大海啸。在搜救人员甲警方的努力之下，将有甲掉伫庄仔堆的查某人救出来。经过检查了后，也有生命迹象。印尼在15透早发生规模6.2的强震，那徛起甲饭店拢倒去，就连当地病院也拢倒了了。这个6.2的强震发生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东央位在马吉内东北方6公里，东缘深度10公里。有地震发生在半暝1点外，
大多数民众伫困梦中，互地动有精神，根本袂好走。官方临时所起的避难所紧急撤离几千人，地动造成土石流，互伫真侪交通电力被中断，增加救援的困难。即摆发生强烈地动的苏拉威西岛，2018年也捌因为地动引发海涨，互2000多人死亡。而在发生地动的24小时内底，也一直产生有动。印尼气象单位表示，无排除会发生海涨。Karena kondisi batuan sudah diguncang 2 kali, bahkan 28 kali sudah rapuh dan pusat gempa ada di pantai, memungkinkan untuk terjadinya longsor ke dalam laut atau longsor bawah laut, sehingga masih atau dapat pula berpotensi terjadi tsunami apabila ada gempa susulan berikutnya dengan pusat gempa masih di pantai atau bahkan di pinggir laut. 地动发生了后，总统蔡英文也在第一时间要求外交部掌握台商甲侨胞安全，同时对印尼政府甲罹难者家属表达慰问。总统也讲，若是有需要，台湾愿意提供协助。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也那真中国的疫情是搁在反扩，15个增加144个确诊个案，其中有135人是本土案例。即马疫情上界严重的所在伫咧河北，因为真远近北京，当局是用上界严格标准伫咧封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搁升悬，以北部地区上严重，其中本土的病例已经连续3天超过100例，14个一天新增加135例，其中有90例伫咧河北，43例伫咧乌龙岗。目前河北省的确诊本土病例总数超过500例，加在中国境内疫情的重灾区。天还会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被诊断报告出来，是刻不容缓地抓好各项防控措施，相信疫情呢能够很快的得到控制。中国官方伫顶礼拜宣布河北省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石家庄甲邢台，拢实施严格封城管制，而且伫规天内就完成所有居民病毒的紧急检测，佮取消一届升级的中共会议。首都北京一寡行政区马上封城措施，不离过河北省卫健委宣布上新的确诊案例当中，一个石家庄的查某货车司机确诊卡热是引起关心。从去年12月19开始，捌参加过2届喜酒，去过河北邢台、内蒙古某一个食品厂。搁去过山西来落会，卡热是去过华北3省。前往石家庄和邢店最快时间实现这个核酸检测的全覆盖，当管每天110万。中国天津市疾控部门则是通报当地一间食品公司送验的冰淇淋样本验出新冠病毒阳性，而且表示这批冰淇淋的生产原料是对纽西兰来的牛奶粉、乌克兰的零清粉等等。过去中国捌通报真侪家进口冷链食品的外包装验出核酸检测阳性，而且讲是本土疫情的感染源，不过对冰淇淋验出病毒，这也可是头一例。发现3份雪糕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石家庄市甲疫情严重的各城区超过2万的村民全部刷去其他的隔离点，理由是因为真侪农村老大人较侪，无手机也嘛无啥物文化，强制集中隔离，才会当达到特地隔离效果。另外，发生疫情的乌龙岗地方政府是要求农村的居民，然后喜事、丧事是简单办，嘛唔通请人客促销拍麻将、拍牌等等，一切聚会娱乐活动，那是为着确保疫情袂因为村民来扩散。目前中国已经有29个省区市提倡伫咧当地过年。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2020恶市场的报告，又搁点名台湾，讲咱有一个叫“电影天堂”的网站，提供非法盗版的影片伫咧互人下载。不过，这个网站顶头写的拢是简体版的中文字。指挥局也不甲美国迄边申诉讲，这个网络的顾客是对中国来的。这是都亲像网站的名“电影天堂”同款，各国热门院线大片，农政府才透过专属下载器点击网站顶悬经济连接，等下载高位置的影片。不过，这网站上所影片连接拢是无经过授权盗版的影片，已经被美国贸易代表处注意到了。这网站它的那个网域或网址，它会随着可能在例如说今天在中国大陆，明天在美国，后天可能会再来放在台湾或者怎么等等，所以在警方的查缉上面就非常的困难。
USTR 公布2020市场报告，第39月勘涉违法侵权嫌疑网站，以中国网站上市。百度集团的百度网盘、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虾皮、拼多多等，也列出14个实体市场黑名单。福建莆田安福批发市场、上海亚太信用、福州礼品市场等。电影天堂被认定是来自台湾，连续2年后 USTR 点名牵涉侵权盗版，不过网站字体拢是简体中文，智慧局也向 USTR 申诉，讲因是来自中国。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过去调查这网站没使用过中华电信网型，完全无法度排除来自台湾的嫌疑。另外，保持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表示，这调查到底是来自中国还是台湾也无定论，因为侦查无公开的原则，可能等到破案才能对外公布调查结果。电影产业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民众拢伫厝，不少人透过串流影音网站看影片。不过盗版是无所不在，亲像过去的风铃网、安博盒子等，已经免下载影片等直接线顶收看。智慧局表示，民众收视并无违法，今年查习关于违法的伺服器，不过无法度防止，呼吁民众尊重著作权，拒看盗版，才能杜绝非法的影音网站。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寒流，不少鱼仔拢死去。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去台南将军视察鱼塭仔，也宣布好消息。对去年12月30到今年1月初10，在中华森林嘉义台南这个范围的鱼塭仔，准乃因为寒流造成损失，会当请天然灾害补助。一尾一尾杀目鱼，因为前几天寒流的影响，最近天气回稳了后，鱼仔尸体嘛开始浮起来水面。台南市将军区养殖业者做工课气温面积超23甲，损失是真严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15嘛前往勘灾，而且宣布好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才是会扩大航海的补偿办理。补偿的放量简单快速，尽量伫咧旧历过年之前，互拄到航海渔民会当领到补偿。只要从12月30开始到1月10号这一段期间的任何48小时，只要温度低于10度C 以下，累计有超过10个小时，就可以认定渔民有损失。农委会公告养殖业航海补偿的地区，包括中华、云林、嘉义、台南市的地区。若是台东的居民，嘛是这波航海受害者。原来迄波寒流已经造成5公顷的大白石堑出现闭谷。最近这几日受到好些冷却的低温，受害面积嘛已经扩大到超过70公顷。这个感觉应该是它那个现在是暖冬，然后它那个马上降温，然后植物可能受不了。连续3波寒流造成农渔业的损失真大，所以来有一波冷空气报道。台东居民今日会当抢咧收成，希望中央会当放量认定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伫咧历史课本内底小解白色恐怖的内容，就无讲介多。即马是有少年家甲人权馆合作，设计一套会当互了解军事审判过程的倒仔算。经过要2冬的修改和调整，即马这项倒仔算要伫咧今年6月份成做教学工具，开放予老师申请做使用。伫教室内，老师带学生听老歌。黄昏的故乡苏慧红播破梦，妈妈请你也保重一条算一条，要啊教室内规个按摩摩。现在进行犯人移交，所有犯人伸手领取号码牌。因为听禁歌加入读册会等原因，全部人拢互政府认定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全部拢抓起来。感觉我的人生就要结束啊！会感觉讲我是毋是要去用庆管？我是讲。我阁有厝的人阁爱照顾，毋过我若离开这个世界，我厝的人要安怎？经过一顶一顶的审判，有的人是挡袂掉辣椒水加身体疾病已经扩大成焦，有的是惊互人出卖已经精神错乱。就是你咧判刑的时阵啊，因为你根本毋知影你家己是咧做啥物，为虾物你互人判刑，迄个部分互我上紧张。用这种体验式的游戏吼，互伊会当有感觉。因为有感觉了后，因还有可能会当去了解到这个最特殊的一个历史的阶段。去算了，伊就真正有了解，到底这个过去是安怎来。用白色恐怖的故事做基础的倒仔算，要入去教室。
设计者讲，伊伫咧2019年参加灵环博物馆不以为止的推广计划，设计出这套倒仔算，也毋过未放入去教育现场，就要对游戏的时间、道具的形体甲规则做调整，才互囡仔算。他们游戏结束之后，才可以理解说，哦，为什么当时这个时代可能会有这些互相指控，然后当时这些角色实际生命当中经历的事情，其实可能是什么样，比较可以同理。设计者也搁伫咧对游戏的细部做调整，打算伫今年6月开放予老师使用。灵环博物馆也会收20组，予全国的学校免费照用。希望这个世代囡仔会当用算游戏了解过去。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11度，上悬22度。中部温度上低10度，上悬25度。南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25度。东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在咧金门、平阳、马祖8度到18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港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娜。我即马足紧张的，因为今仔日的主题是我逐摆考上歹的科目，就是数学。哦呀，数学汉字写做数学，罗马字写做四五数，科学数第3条，学第8条。基本的数字，伫台语内底是安尼讲的：空、1、2、3、4、5、6、7、8、9、10。数字的文音，咱会讲做空、1、2、3、4、5、6、7、8、9、10。咱若要甲人报电话号码的时，会讲01、249、8365。咱咧正桥的时阵，上接引到的就是加、减、乘、除。像讲1加2等于3，啊，搁有这个3减1了乘2除4。等于1，数字内底袂当互两除的数字叫做撇数，像1、3、5、7；会当互两除的数字叫做双数，像2、4、6、8。数字有时嘛会摕来做词，像7老8老，是咧形容人年纪真老。像阮阿公食甲7老8老啊，身体还阁真勇行。7啊，较兴8啊，是咧讲两个人对一项代志拢真有趣味的意思，因为安尼两个人会行行到阵。有一句粤客仔话讲，10个一角的，1箍散散，因为10个一角的加起来就是1箍，1箍散散是咧形容人个性。无定真，散线。6数学正小加减乘除撇数双数7老8老7啊较兴8啊10个一角的1箍散散
虽然土墾顶悬，大家数字我拢看有，不过唔知是安怎，我就是算袂出来。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